荃灣全新天地2海柏軒飲早茶。港鐵荃灣西站 B 出口出站後向前行，去到行人過路處過馬路，過馬路後轉左向前行，去到如心園轉右沿如心園向前行，去到楊屋道全新天地2就喺右手邊，入商場搭電梯上2層就到酒樓啦。星期1至5早茶7點至11點，全日點心小點22蚊，中點27蚊，大點33蚊，特點38蚊，茶錢14蚊，廳房多2蚊。早茶點心18蚊起，孖寶38個8起。早茶早市超值孖寶43個8 ，XO 醬炒蘿蔔糕，外脆內軟 ，XO 醬味道比較淡，味道可以。鮮淮山棉花雞有雞2件，一大一細，魚肚2件，又係一大一細，唔腍麻麻。淮山3件，幾好食，冬菇1件，整體 OK。皮蛋瘦肉粥18蚊，粥底幾綿。有腐竹味，好食。今餐埋單99蚊。